過咗數啦，幾時可以見面啫？我會俾保證金，唔好拉我啊！我投資即賺，我全力收科。要點聲佢哋至得。我愛你，俾錢我使啊！我係執法人員，俾保證金。有超水嘅投資產品益你喎。我鬼信你啊！咪係咯，面對真人就耍手擰頭，點解電話你哋就信到十足？電信網絡方便我哋溝通，但騙徒亦會透過佢聯絡到你。雖然通訊局已採取一系列措施打擊電騙，但騙徒手法層出不窮。咁可以點啊？唔通成世唔聽電話？你可以選用電信商嘅來電過濾服務，或者市面上嘅來電過濾程式，以減少詐騙同滋擾電話。又打你，點算好啊？要經常保持警覺，唔好披露個人資料俾陌生人同隨便轉帳金錢啊！